下发，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今天大家来学客家话，天气预报说什么呢？天时预报讲嘛嘅，天时就是天气，天时预报讲嘛嘅说什么呢？哦，电视新闻刚好在讲今天天气会很热哦。天丝新闻就是电视新闻，天丝新闻，哎，念得很好哦。杜后就是刚刚好，杜后讲刚好说，今本日vai动日。今本日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了。今天今本日vai动日，动就是很热，好热哦，哈，真的哦。那么明天呢？天公日。天公日嘞，那明天呢？哦，明天跟后天天气会转凉哦。天公日，老后日，老就是还有旱的意思，后日就是后天，天气呢会转凉哦。天时会转凉，转凉就是转凉了，变凉快了，会了吗？哎，我们今天的名嘴示范演出，郭子乾。什么呢？按子说。那古之前呢，天时预报讲嘛该？天丝新闻图好讲，今本日vai动日咯。哦，天公日呢？天公日、老后日vai转凉哦。转凉啊，多轻松啊！听完了名人讲客家话之后呢，会不会对自己来开口说客家话更有信心的呢？来，大家一起来，电视新闻怎么说呢？天丝新闻，安排好棒